今日我有一啲關於養病嘅諗法同埋感受，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喺過去兩三年呢，我因為屋企人啦，我自己嘅重大嘅病啦，同埋我陪伴好多個癌症病患者同照顧者嘅過程呢，我係有好多深刻嘅發現，好多深刻嘅感受，亦都有啲諗法咧，覺得會對好多人有幫助嘅，所以我好想咧去分享呢一堆我嘅體驗。咁正正咧呢兩日咧，我亦都睇到一條影片，係一個哈佛大學好出名嘅心理教授，叫做 Dr. Alan Langer，佢嘅訪問影片所講嘅嘢，係令到我咧覺得好大嘅共鳴啦。咁好想咧去分享。咁Dr. Alan Langer 咧就講關於呢個醫治癌症，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 Stress is the major killer，即係話咧壓力係最主要嘅嗰個兇手。咁我好大嘅共鳴啊！點解咧？因為咧喺我呢兩三年陪伴好多位癌症患者同啲照顧者嘅過程咧，我好感覺到咧，佢哋嗰個慢性壓力係令到佢哋療愈嗰個過程係唔係咁順暢，甚至效果唔係太理想。誒，咁而我覺得好惋惜嘅就係咧，有好幾位咧係唔知自己長期同慢性壓力共處，唔知道自己個焦慮狀態咧係一路影響緊自己嘅。佢哋咧好似覺得嗰啲壓力同焦慮咧不存在，或者好細微，嗯。好似唔係好特別需要處理咁㗎，但係喺我眼中咧，就已經係透支緊生命力，係長期嘅透支。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好奇啊，點解佢哋好似唔知道自己透支緊自己咧？因為咧，我陪伴呢啲癌症患者係一個生命教練嘅角色，去聆聽啦，同埋交流啦。咁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有機會咧講到一啲佢哋平時唔講嘅嘢，可能會講到一啲深入少少嘅感受啦，一啲諗法啦，一啲重複嘅思考模式啊。咁我聽到嘅時候，我就會有好奇啦，因為我一來係提供一個空間俾佢哋去了解自己啦，去發現自己啦。另外就係咧，我透過我嘅好奇，一個冇批判、一個中性嘅發問咧，可能會啟發佢哋咧諗到一啲平時諗唔到嘅嘢。咁例如咧，有個個案啦，佢已經過咗身㗎啦。佢喺最尾療養嗰個階段咧，佢有話過俾我聽，佢身體咧已經冇咩力氣啦，好攰，好攰，好攰。其實每一日都需要瞓好多覺，咁尤其朝早咧好難起身啦。但係咧，佢話咧，佢仍然都每一日咧會一早起身煮早餐咧俾佢嘅小朋友㗎喎。咁我就覺得好好奇啊！即係我覺得，哇！你已經攰到咁咯喎，你又好想朝早都瞓晏啲，咁點解你仲日日起身啊？有冇第啲人可以幫手啊？咁佢就有話過，因為屋企人咧，即係長者啦，即係照顧佢咧，都已經吃力啦，即係煮嘢俾佢，咁就冇咩多餘嘅力量再照顧埋佢啲小朋友，所以就冇煮早餐俾小朋友食啦咁所以咧呢位女士啦，我俾個名佢啦，佢叫阿 A 咁樣啦，咁所以阿 A 咧就會自己起身煮早餐俾小朋友咯咁我就即係再好奇啦，我就問：咁你會唔會想揾第二啲人幫手啊？會唔會例如邊個街坊住得近啊？邊個朋友可以輪流
過嚟幫下手啊？逢星期一就係邊個，逢星期二又邊個？會唔會仲有其他方法啊？或者可唔可以請到個鐘點工人姐姐幫手啊？咁我就即係我好奇啦，問下仲有冇第二啲方法，因為我覺得佢真係攰，佢好需要休息啊，係即係咁樣會好影響佢嘅療愈進度。咁但係咧，佢就會再講就係啊，例如話要用錢請人幫手，而家冇呢個能力啊，冇經濟能力啦，又或者要請朋友街坊嚟幫手，覺得誒人哋都有人哋屋企嘅嘢要煩嘅，個個都要照顧自己，邊個得閒嚟幫我啊咁？咁我就發現佢咧，其實自己已經內在咧有好多假設。就令到佢咧冇諗過要開口話俾人聽，可以咁樣幫自己咯。咁我就發現唔止一個呢啲患者或者照顧者喺我陪伴嗰啲嘅人裏邊咧，其實好多時佢哋根本係冇開過口咧，去提出自己有呢啲需要，係想有人幫誒。就總之就會自己默默地咧，又會做咗一啲嘢啦。有時唔覺意，可能照顧小朋友嗰度可能做咗多少少，咁佢哋又會講就係話我都其實每一日都好快手啫，我煮嘢好容易嘅，三幾個字都搞得掂，咁我之後瞓翻咪 OK 咯咁。咁佢哋咧總係有好多理智嘅睇法，呢啲部分咧就去說服到自己，或者解釋得到咧，其實佢做得嚟啊，都可以嘅，可以繼續咁樣落去嘅。其實好似都唔係一個問題啊咁。不過咧，同時喺我眼中咧，佢哋呢個合理化去做少少嘢啊，幫小朋友又做少少啊。可能幫自己又去做少少啊，可能屋企人有啲嘢佢又會關心少少啊，好似唔覺咧，四圍咧都喺度做緊少少嘅嘢，每一個少少咧都好似覺得我應付到，但係如果夾埋咧喺我眼中就係覺得，哇，咁都唔攰，唔係啩？係一種透支咯。就我覺得啊嚇，甚至有啲少少咧都係透支嚟嘅，因為而家身體狀況的確已經係冇乜力氣啊。一來可能係嗰個毒性嘅影響啦，即係化療或者其他嘢影響個精神狀態啦。另外可能係身體嘅營養吸收未必足夠啦，可能營養吸收得唔夠理想啦。復原嗰個進度唔夠嗰個虛耗去快啦。咁總言之咧，喺我眼中就係咧，身體需要休息，需要補充。同埋需要冇壓力咧，俾啲細胞有空間修復嘅呢個需要，其實咧係已經係喺度，係好重要噶啦。但係就係唔知點解喺佢哋眼中好似睇唔見咁樣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係有一啲患者咧係內在有一啲從童年開始就產生嘅應對機制、保護機制啦，或者係應付生活嘅機制，係好似阻礙咗佢哋好好咁療愈咯。裡面嗰啲機制就係例如包括我頭先講嗰啲啊，唔好意思麻煩到人啦，所以冇開聲請人幫啦。另外就係關於金錢啦，就係即係已經生活費都係一個困難，就唔好再去用錢啦，亦都冇諗到要借錢啊，或者問人哋贊助自己啊。咁即係自己保護機制咧，好強大。唔容許自己去接觸有脆弱、軟弱嘅部分，唔容許自己呈現俾人哋睇，唔容許自己求助。我覺得呢啲機制咧，強大到咧，漠視咗身體療愈嗰個需要啊，漠視咗身體嘅承受力嘅限制，或者生命力嗰個限制。就於是繼續透支，繼續透支，
默默咁透支，越嚟越攰，越嚟越冇力氣，越嚟越咧修復唔到，吸收唔到好嘅營養啊，免疫系統修復得唔好啊，咁就令到病情惡化。咁我真係好想去提翻，嗰個慢性壓力嘅影響係非常之巨大，因為每分鐘我哋都係有個慢性壓力一路係縈繞住我哋啦。呢個慢性壓力咧，咁身體嘅免疫系統細胞冇空間去修復。其實都有好多人咧都有講過咧，就算動物都係嘅，動物啦。人類都係動物啦，係咪？當我哋咧有一啲壓力，咁咧我哋內在嘅機制咧就會進入一啲戒備狀態啊，覺得生命受威脅啊，要個人要好警覺，睇下有冇危險啊，會唔會隨時需要求生啊，有種戰或逃嘅狀態啊。咁喺咁嘅狀態裏面，細胞咧係唔能夠有好好嘅空間去修復，係我哋嘅能量咧係集中咗要喺求生啊！我哋內在有嘅生命力啊、精力啊，都係集中要預防有危險，我哋就要即刻逃離，或者即刻做啲嘢戰鬥去保護自己。其實咁樣咧係好透支精神，亦都係咁嘅狀態嘅情況下咧。細胞咧冇多餘嘅能量咧去做修復嘅工程，我哋必須要係輕鬆啦、自在啦，冇覺得危險啊，好安心啊、好安全嘅咁嘅狀態咧，我哋細胞先會有多餘嘅能量咧去修復、補充，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先至可以咧好好地咁復原㗎。其實呢樣嘢真係好重要，亦都好多嘅科學家啊、心理學家啊都有提及㗎。不過咧，我哋唔係好習慣去深入咁去處理、面對同改變。我哋仍然咧好下意識咁樣同啲壓力共處，同埋唔知道自己有慢性壓力，唔知道自己仍然同焦慮共處。好似咧，我做一個比喻嚇，我接觸嘅呢啲人啦，我支持嘅呢啲病患者同埋照顧者，都有唔少人係對於嗰啲焦慮同埋慢性壓力咧，係好下意識咁覺得，好自然咁覺得係自己嘅一部分，就好似我哋每一日嗱，我哋一定會着底衫褲啊，一定會着衫褲出街啊，好似好自然地已經係我哋自己嘅一部分，我哋冇諗過要唔着㗎喎，完全唔會去諗下啊，唔着係一件咩事啊？會唔會舒服啲？會唔會輕鬆啲啊？咩叫舒服？咩叫輕鬆啊？好似佢哋根本冇一個意識咧，去諗呢樣嘢㗎，冇諗過冇壓力或者再少啲壓力，冇乜焦慮，好輕鬆，究竟係咩一回事？好似佢哋冇一種渴求要好輕鬆咁樣咯。我有懷疑咧，都幾有可能係佢哋細個嘅時候經歷咗啲童年創傷咧，好細個咧已經習慣同呢啲焦慮壓力相處，係唔習慣咩叫做放鬆，咩叫做自然放鬆、輕鬆、安心嘅自己咧，好似冇咗呢樣嘢啊，唔識得去揾舒服同安心同輕鬆俾自己啊！好細個可能咧，舉例啊，頭先講嗰個話煮早餐俾小朋友嗰個例子啦，阿 A 啦，阿 A 咧佢嘅童年咧係好坎坷㗎，即係佢好細個咧就唔可以玩啦，唔可以放鬆休息，要好勤力嘅，每一日咧都要好早起身咧，幫屋企手咧打理生意啊，去好勤力咁做嘢啊。
如果玩咧，會俾爹哋媽咪罰啊、鬧啊、打啊、懲罰啊。咁咧係誒好苦命嘅，即係我會話即係呢位 A 嘅童年咧，我諗佢嘅生命裏邊，佢真係唔知咩叫休息同埋玩同埋輕鬆嘅，可能身體咧已經不知不覺會覺得有休息咧就唔安全啦，就會咧可能會俾人打、俾人罰啊，有危險啊，唔可以隨便休息噶咁。話唔定潛意識係有啲咁嘅諗法喺裏面，所以一路都唔俾自己放鬆，亦都唔知乜嘢叫放鬆，唔知乜嘢咧叫做安心啊！我認識佢咧，接觸佢，雖然唔係好深入，但係我感覺上佢成日都係一種緊張嘅狀態嘅。咁我亦都相信咧，佢自己好習以為常咯，就唔識得放鬆咯。咁，我好希望咧，我去講呢樣嘢嘅時候，會幫助觀眾咧，去或者去對自己啦，或者對身邊嘅人咧，可以提高一個覺察，就係自己有冇將一啲少少嘅壓力，慢性壓力習以為常。會唔會將一啲其實都好關鍵嘅壓力淡化咗，以為自己應付得嚟，以為自己可以長期咁承受，有冇係咁咧？咁我會覺得，即係我最近都同一啲我支持嘅癌症患者都有呢個提議，就係咧，真係試下學習啦，好細微咁覺察，逐分鐘逐分鐘俾空間，好細微咁覺察。例如身體上啊，有冇一啲繃緊啊，一啲攰，一啲痛啊，一啲唔舒服，好細微去感受下，可能呢啲係一啲指標，話俾自己聽，原來我已經超負荷啦，原來咧我已經一路有慢性壓力啦。我哋嘅呼吸有冇太急啊？係咪係慢㗎？嗯，好細微咁覺察啦，用身體，用呼吸，用一啲感受，同埋個情緒，可唔可以再接觸到多啲咧？嗰種壓力嘅情緒同放鬆，乜嘢係放鬆咧？多一啲去留意，多一啲去覺察。同埋咧，多啲去講出嚟啊，講自己嘅感受同諗法，好似我陪佢哋傾偈咁樣啦。咁當然啦，佢哋同任何人傾偈，如果舒緩到情緒咧，都係好有幫助嘅。可能有驚啊，有恐懼啊，有嬲啊，有傷心啊，有內疚啊，呢啲情緒咧，可以有個空間講出嚟咧，就已經係減緊壓力嘅。咁一定係好有幫助嘅。咁同時間咧，再如果可以講到多少少，即係例如頭先我好好奇就話，哦，咁點解你唔請鐘點幫手啊？哦，原來係因為錢嘅諗法啊，因為唔好意思麻煩人啊。有時呢一啲係一啲思考模式咧。都係要透過講出嚟咧，先至會發現嘅。有時我哋自己冇講出嚟咧，係只係喺潛意識裡面咧，自己唔係好知㗎。但係呢啲模式可能係困住咗自己，令到自己長期有壓力，令到自己有一啲情緒阻塞咧，係鬆動唔到。咁我哋必須要透過講咧，先至知嘅。其實往往好多時就係因為咁樣講咧，先至發現自己有呢啲限制嘅模式。呢啲就係一啲帶俾自己有負能量、重複出現嘅問題啊，係好需要咧去改變嘅。即係我哋嘅思考模式係好需要改變，因為嗰啲限制會啲限制令到自己好似冇出路啊，一路都係夾住咗喺啲有壓力嘅狀態裡面。咁所以你揾啱個人去傾，一個人咧，除咗係唔批判啦，好有同感心啦，好多空間啦，好有耐性啦，有一個去俾個患者可以用自己嘅節奏去了解自己啊，去養病啊，好需要有咁嘅人咧。
俾到呢種空間，佢去講多啲嘢，於是咧可以疏導情緒，同埋可以發現自己嗰啲限制嘅思想要點樣轉變。其實呢個真係好重要，好重要。當呢啲限制性嘅思考模式有轉變咧，我哋先至真正減到嗰個壓力，真正舒緩到情緒，真正可以攞到輕鬆、安全感、放鬆。咁我哋嘅免疫系統同埋細胞先會好好地一路咧修復嘅。其實嗰個修復係可以好快速，可以好有效，就係我哋每一日都俾到自己呢啲真正輕鬆自在嘅空間。咁所以咧，有啲人可能透過冥想可以有呢啲空間，有啲人可能透過身體活動啊、傾偈啊，可以得到呢啲空間。不過咧，亦都好多患者咧，因為已經透支咗好多精力、生命力，其實好攰啊，即係未必做到運動啊，未必有精力咧去講到好多嘢啊，未必有精力去接觸自己嘅內在世界啊咁。咁咧係真係需要咧休息到，休息到再慢慢慢慢咧俾到呢堆嘢自己啦。咁然後咧就可以扭轉，可以咧跳翻去一個咧係持續修復嘅狀態，而唔再係咧持續透支、緊緊求存嘅狀態。我哋絕對係有可能咧，唔單止係求生，同埋只係緊緊吊命、緊緊存活。我哋絕對有可能係不單止可以保得住性命，甚至可以係 thrive，即係咧好茁壯嘅生命力，係會好似繁茂嘅植物咁樣咧，係欣欣向榮嘅一個狀態。我哋絕對係可以嘅，有機會唔單止係扭轉一個向死亡嘅狀態，係可以咧活得好好，非常之有生命力，係絕對有呢個可能性嘅。我好想話到俾病患者同埋照顧者聽。咁希望我今日呢個分享咧，可以幫助到大家，係提高嗰個覺察，令到自己好敏銳咁去分辨，同埋咧去學習到乜嘢叫做真正嘅放鬆、安心、自在、輕鬆、開心。咁我衷心祝福大家身體好好嘅康復啦，而且咧係會越嚟越有更多嘅生命力，感覺到前所未有嘅幸福感。祝福你哋。係喎，仲有一樣嘢我需要補充嘅，就係咧，有一啲人咧養病嘅時候咧，係保持住一個消滅嗰啲癌細胞啊，要對抗啊，誒要作戰啊，同佢打仗啊咁樣嘅心態去養病。咁我想提醒嘅係咧，用呢啲心態去養病嘅時候，有冇為自己帶來好多嘅壓力，令到自己唔足夠有真係放鬆、輕鬆嘅空間，去俾個免疫系統同埋細胞去修復啊？咁如果嗰種作戰狀態，嗰種對抗同消滅嘅心態，係透支緊自己嘅精神力量，或者帶來一啲超負荷嘅壓力，咁係有機會咧影響身體復原、療養、修復嘅程度㗎。咁所以咧，呢個我係好想提醒大家。咁但係當然，究竟係用咩心態先有效咧？係對抗、消滅，或者係共存，去擁抱，或者係點？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有自己嘅需要。咁我只係想提醒咧，要留意就係帶來嗰個慢性壓力咧，
係一個好關鍵嘅影響嘅。咁我自己咧可以講話，我喺我病患好嚴重嘅7年嘅時間裏邊，我係自己冇用過一個對抗作戰嘅心態去養病，我係用一個咧共存啦、擁抱啦、關心啦、愛呢個病、愛呢啲唔正常嘅現象發炎啊，或者係一啲唔正常嘅細胞嘅運作，我係用一個關心去聆聽。去揾個需要啊，去感受個情緒啊，去疏導啊，都係一種臣服啦、柔軟嘅狀態、放鬆放輕嘅狀態，去俾自己去療愈。咁在我自己嚟講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對我嘅復原康復咧，我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好。咁但係當然啦，唔一定適用於所有人㗎，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最適合自己嘅方式，唔需要特別話要參考邊個一模一樣咁去做，亦都唔代表我呢個方法咧係適用於所有人嘅。我純粹咧係提出呢樣嘢咧，俾大家參考啦。如果啱用嘅可以用，如果唔啱用嘅，都請大家咧要相信自己。總之就係相信自己身體嘅需要嘅狀況，彈性去處理，俾自己咧放鬆得到。我相信咁樣咧，先至係最恰當、最理想、最有幫助嘅。好，咁我嘅補充到呢度，多謝大家，祝福你哋。